你好，老友記，今日我介紹你哋食嘅呢就係櫻桃啦。櫻桃呢富合維他命 C， 有花青素、鉀，咁佢有抗氧化嘅功能、抗發炎嘅功能，同埋佢仲可以改善睡眠、保護心血管嘅疾病、預防關節炎同埋痛風，仲可以促進腸胃嘅蠕動嘅。咁佢除咗以上嘅功能之外呢，佢仲可以排毒嘅喎，預防貧血嘅喎，同埋佢對腎臟嘅功能都好好嘅，佢可以排走晒腎臟嘅毒素嘅。咁佢仲可以咧對眼睛咧係有舒緩嘅功能嘅，因為好多維他命 A 啦。咁同埋缺乏維他命 A 咧，對於眼睛疲勞咧、乾眼症咧係有呢個影響嘅噃。咁老人家係好適宜食呢個櫻桃嘅噃，因為佢屬於低糖低熱量嘅水果。老友記，你哋記得多啲買呢啲櫻桃翻嚟食㗎啦。揀嘅時候最緊要揀啲顏色比較深色少少啊，同埋唔好有爛啊、破損，實淨啲。咁就為之係一個靚嘅櫻桃。老友記，而家就去街市睇下有冇靚櫻桃買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多謝你嘅支持。